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0月22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337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443天。前线发生了168起战斗其中58起发生在波克罗夫斯克前线、扎波罗热前线。昨天在多个方向爆发了激烈的战斗，但战线变化不大。10月20日，俄军继续在苏梅州北部发动进攻，但并未取得任何进展。10月19号至20号，战斗在库尔斯克和苏梅州地区持续进行。俄军事博客作者声称，乌克兰军队在科斯特扬季尼夫卡，就是苏梅市的北部附近和尤纳基夫卡南部发动了反击，阻击了俄军车臣的卡德罗夫声称俄第1443摩步团无人机操作员正在袭击在瓦拉奇内和新米克拉耶夫卡，也就是在苏梅市东北部的附近发动反击的乌克兰军队。根据这个法新社的信息说，也许是为了报复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空袭，一天以来无人机大规模袭击了俄罗斯多地能源基础设施，导致严重断电。库尔斯克40%的居民断电，天然气管道爆炸起火，比尔格莱德全城1/3停电，伏尔加格勒多地停电，还波及邻近的沃罗涅日部分停电。克里米亚多处变电站及油库被击，半岛进入蜡烛时代。此外莫斯科、索契、罗斯托夫、萨拉托夫等地也遭到无人机的袭击，10几个地方机场临时关闭。有媒体报道说乌克兰的第110旅在一次行动中炸死了俄罗斯第18集团军司令阿尔卡季·马尔佐耶夫的儿子。这个目前还没有得到这个确认。乌克兰的军方宣布在奥里霍夫前线小托克马奇卡地区成功击退俄军大规模的进攻。据称，俄军第71摩托化步兵团约2个连队，配备26辆装甲车，发动回进袭击，至晚间8时已被摧毁，包括2辆坦克、12辆步兵战车、6辆装甲运兵车以及2辆虎式装甲车在内的多数装备，残部已仓皇逃离战场。俄罗斯的叫新库伊比舍夫炼油厂因无人机袭击而停产。俄罗斯萨马拉州的新库伊比舍夫炼油厂在周日遭受袭击后停产，这是短时间内对这家属于俄罗斯石油公司的企业发生的第2次无人机打击。该厂的因 CDU-11装置受损，暂停了原油初级加工，爆炸引发火灾，加工厂已无法运行。萨马拉州州长证实，袭击是由乌克兰人无人机实施的，但俄罗斯石油公司尚未发表官方评论。该炼油厂生产20多种商品，为国内市场提供燃料。2023年，该厂加工了574万吨原料，因此停产可能会对该地区燃料供应产生负面影响，凸显该企业对经济的重要性。预计工厂恢复生产需要额外时间。俄罗斯的莫斯科已存放军事物资的仓库被乌克兰敌后武工队烧毁。不得不说，乌克兰特工已经渗透了俄罗斯境内任何地方，这就是乌克兰人敌后武工队他们的杰作。就在本周包括刚遭到攻击的新古比雪夫斯克炼油厂和奥伦堡天然气处理厂在内，总计有5家俄罗斯大型能源设施遭到袭击，而在3个月内则有19家俄罗斯大型能源设施遭到袭击。就攻击效果来说乌克兰军情总局副局长斯基比茨基表示，乌克兰通过深度打击已经将俄罗斯的炼油产能降低了大约27%到30%。乌克兰能打击距离前线约1500千米以内的俄罗斯关键设施，而最关键的目标通常都在距离前线500千米到750千米，也就是500公里到750公里的这些地方。乌克兰基本上都是依靠自己的武器进行打击。这些攻击不仅影响战场，也影响俄罗斯国内局势。目前全俄83个地区中，已经有
68个地区燃油供应受到影响，在最主要的石油产地之一丘明情况尤其严重，当地居民的燃油购买受到限制，每人仅限30升，价格则从几个月前的每公升50到55卢布上涨到了70到80卢布。那这个价格也令黄俄感到羡慕就打成这样了人家一升也才1公升才55卢布、70卢布。当然了，这是限量供应那么黑市汽油这个量还是比较充足，但是那个价格据说3、4倍。我今天看有网友留言他在莫斯科，他说他附近的加油站已经加不到汽油和柴油了。确实这个乌军对俄罗斯的这个炼油厂的打击已经叫量变到质变确实产生了非常大的这个前不久是吧？这个乌军还打击了这个2600公里以外的丘明炼油基地，你说说。而苏尔古特那里有隶属俄罗斯石油公司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主要油田，说则直接无油可加。克宫宣称，在世界能源市场上占据领导地位的俄罗斯，能源超级大国，现在面临严重的能源短缺困境。我现在只希望俄罗斯从某些国家买汽油、柴油，不要给某些国家造成汽油、柴油涨价。说至于俄罗斯电力系统，则正面临系统性危机，电力缺口达25吉瓦，约占9%，而且还在继续扩大。该危机由电网过载、设备老化及制裁导致的技术获取限制共同引发。俄罗斯政府试图淡化这些问题，在公开信息中看不到这些情况，俄罗斯官媒也不报道，但社交网络上有越来越多的抱怨，只是包不住火的也就是这个事情只要持续下去，终究在俄罗斯会引起巨大的反响，甚至内部不稳。大家想象一下吧，这俄罗斯冬天的多冷，现在很多地方已经下雪了，如果能源供应不上，无论是汽油还是柴油还是天然气还是电力，说白了就是能源，一旦能源有缺口，那你这冬天就有很多人要挨饿挨冻。我想起了2022年2月份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时候，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做了那个宣传片，好像那个大片后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俄罗斯天然气的工人对吧，把那阀门一关，然后那个寒气对吧，就顺着那管道直接就到了这个欧洲德国巴黎，然后到处都冻住了。这是莫大的讽刺打了3年半快4年了，这欧洲没被冻住，接下来咱们很有可能要看到俄罗斯被冻住了。俄罗斯还是世界最大的能源对吧输出国这不是莫大的讽刺吗？这就是越打越富有的最好的一个注脚。乌克兰无人机部队宣布击落或拦截俄军沙赫德无人机达到了1000架，价值7000万美金。而这么多无人机拼起来面积相当于2个足球场那么大。什么意思这个是无人机部队击落的也就是用拦截无人机去击落的，还不包括那些用这个什么猎豹防空那个坦克还有那个什么直升机或者其他的打下来的。这个仅仅是乌克兰无人机部队就打下了1000架沙赫德无人机，那就说明这个乌克兰人研发的这叫拦截无人机那战场效果还是不错的。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找一些这个报道看一看就是乌克兰人在这个无人机技术这个可以说是突飞猛进因为它背后说白了是美西方这些科技公司其实我们也能想象得到这些科技公司、这些人工智能这些企业，它是绝对不会放过这种绝佳的机会，这就是实战对吧？他们平常没有战争的话，他们设计这些武器的吧，那都是叫寂寞对吧？无对手。现在他们针对战场对吧进行改进，各种先进的技术，再加上他们的资本市场很发达，有人投资，他们有技术，完了最重要的他们还有应用的场景可以测试，跟乌克兰合作，而且研发也很快，更新迭代非常快，完了之后在战场上就开始用就试，然后再更新改进。咱们可以说俄罗斯也在干这个事情，但是你毕竟俄罗斯对吧，靠你自己，你那技术还差点事。这乌克兰背靠的是美西方对吧，这一块俄罗斯恐怕是没法比只能说你肯定是肉眼可见的有差距所以这个乌克兰无人机部队人家用拦截无人机，现在已经拦截了1000架沙赫德无人机，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所以这个仗越打对吧对俄罗斯越不利这个美西方的科技人员还跟乌克兰玩命的，还在降成本，那你说俄罗斯怎么耗得起那个俄罗斯人的这个沙赫德一架要几万美金它不便宜合着人家的拦截无人机1000美金，那你说你耗得过他？乌克兰的外交部长说说俄罗斯无法在战场上取胜，因此主要依靠虚假信息。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对吧？什么越打越富有，对吧？钢铁洪流一字缠舌，耳熟能详，对吧？乌克兰外交部部长这个西比哈表示他说俄罗斯继续加剧其信息战，尽管2026年预算中的军事开支有所减少，但宣传经费将增长54%，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哎，这也另辟蹊径，对吧？就是我打不过你，那我骂了过，咱们宣传上，对吧？要取得胜利，高质量低质量，对吧？我们损失的都是低质量，打死的都是低质量的俄军士兵。哎，这些东西，对吧？也要大胆的引进啊，理论上要创新，对吧？不行就学啊，对吧？如果某个地方被乌军夺回去了，那就是低质量的领土、低质量的定居点被乌军呢暂时占据了。但是我们得到是高质量的。这个俄罗斯挺有意思啊，它军费啊开支在压缩，但是宣传经费还增长一半，50%。这个乌克兰外交部长指出，这清楚地表明了俄罗斯作为侵略国的优先事项无法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因此主要依靠虚假信息。可惜了啊！我一想到这个，我就觉得加德老师可惜了。本来那个俄罗斯人的宣传经费一多，那什么今日俄罗斯啊，什么俄罗斯什么塔斯社啊，那好歹那又得送这个叫什么蜂蜜啊给加德老师啊，也跟加德老师一起做节目，对吧？再次宣传这个泽连斯基不敢看普京的眼。可惜了啊！加德老师坏了事啊，现在说不了话了。这俄罗斯人恐怕也是人走茶凉啊，狗眼看人低啊，蜂蜜是不送了，蜂蜜送给胡一金老师，胡一金老师也挺卖力的。这个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说啊，他说在当今世界，言语也是武，这在外交领域尤为，既然打不赢，那就宣传他赢，没毛病。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啊，这个自从特朗普再一次叛变以后啊，这欧洲是越来越团结啊。首先，这个彭博社报道，他说欧洲央行首次支持没收、冻结俄罗斯资产，以惠及乌克兰。实际上，这个欧洲央行一直是很保守啊，他一直不愿意没收俄罗斯的资产。此前啊，欧洲央行一直敦促欧盟国家不要动用俄罗斯的储备，并表示没收资产可能会损害人们对欧元和金融体系的信任。但现在，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已同意根据一项新的欧盟计划动用俄罗斯的资产，也就是叫赔偿贷款，就是用俄罗斯冻结的资产去购买欧盟发行的债券。那欧盟发行的这个债券募集的资金是给乌克兰的，而且无息。然后乌克兰什么时候还呢？当乌克兰收到俄罗斯的这个战争赔偿的时候，乌克兰才用兑付还这个欧盟发的这个债券，都是免息的。那欧盟把这个债券兑现之后，这个钱再还这个俄罗斯冻结的资产，对吧？那不就兑付了呗？你说这个欧洲人呢，对吧？就玩了个移花接木吧。那现在欧洲央行也同意了啊，说拉加德表示啊，只要所有冻结俄罗斯储备的国家都参与其中，这些资金就可以用来资助乌克兰。也就是央行就是说啊，那所有的成员国都同意，那就可以这么干。那现在好像就是这个比利时吧，还在做工作，因为比利时冻结的最多，然后比利时又担心这个俄罗斯专门对他进行报复，所以比利时他希望欧盟啊担保，所以他要俄罗斯要报复我的话，那大家一起来一起上。这个我觉得比利时的要求不过分。目前欧盟冻结了约2000亿欧元的俄罗斯资产，其中1850亿欧元存在比利时的欧洲清算银行。你看看这大头在比利时，所以比利时害怕呢。欧盟计划从这笔款项中向乌克兰提供1400亿欧元的赔偿贷款，你看叫赔偿贷款啊。资金来自乌克兰通过赎回该账户持有的债券所累积的现金收益。同时，欧盟国家保证，如果俄罗斯同意向乌克兰支付赔款，这些资金将会归还。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啊，因为现在央行同意了，欧盟在加速这个进程，德国莫尔茨已经同意，这个马克龙也同意了，对吧？这主要国家都同意了，现在就趁1、2个国家再做工作，再搞个兜底条款，这事就成了。欧盟为什么这么急啊？这说白了就是特朗普发生变化了，欧盟先把你钱花了再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啊，这个俄乌想停火很难啊，这个仗不打明白那是不行。你看啊，这个欧洲领导人和乌克兰发表联合声明，拒绝以武力改变国际边界。声明说啊，我们坚决支持特朗普总统的立场，即立即停止战斗，并以现有接触线作为谈判的起点。我们始终坚持国际边界不得以武力改变的原则。我翻译一下啊，就是欧洲领导人这个共同声明，他马上啊要在欧洲理事会和资源联盟会议马上举行会议啊。那他这个意思什么意思？第一个，把特朗普给套住了，因为特朗普说了啊，双方就地停火，这个欧盟泽连斯基都同意，双方就目前这个控制线
就这停火、停止战斗，哎，这个可以。但同时啊，这个乌克兰和欧洲领导人一致声明，不能用武力改变边界。那言下之意，咱们通过谈判得回到，对吧？1991年边界，你这个现在边界都是通过武力夺来的。再说简短一点，就是停火那是必须的，土地黄河和平没门啊。也正是这个特朗普啊，对吧？逼这个泽连斯基啊投降，让出顿涅茨克、卢甘斯克，然后这个俄罗斯啊把他占领的赫尔松和扎波罗热稍微再让一点点，哎，这就叫领土交换。遭到啊泽连斯基当场拒绝，是上个周五吧，大家都看到了啊。根据《金融时报》还有《纽约时报》什么报道，据说当时会场气氛非常紧张，双方对吧又开始这个叫音调啊又高了8度啊。特朗普还摔了这个地图，最后不欢而散。据说啊，有的说吃饭了，有的说没有吃饭，就是特朗普直接坐飞机去到高尔夫球场打高尔夫去了，然后泽连斯基没有办法，对吧？就是双方本来都要开那个记者招待会的嘛，都在白宫那儿，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吧？那个什么，两个人坐在那沙发上，然后旁边的坐着这个双方团队，然后都是记者嘛，在那还聊一会儿是吧？对记者，这个活动取消了，记者招待会啊，然后泽连斯基没有办法，自己啊跑到那个白宫的对面的公园里面借了一个小桌子，在那搞，就马路边上啊搞了个简易的乌克兰单方面的记者见面会。就我也不知道这个化妆粉要怎么洗这个事情呢？你这个特朗普对普京那是礼遇有加的吧？又是让美国大兵铺那个红地毯跪在地上，在阿拉斯加对吧？完了是又给这个普京啊那个战斗机是吧巡航，哎，走的时候用战斗机护送等等对吧？特朗普这么对待一个对吧正在遭受战争蹂躏的一个国家一个总统，而且是对吧双方谈好的，前面乌克兰的团队都已经过来了，仅仅因为他接到了普京的一个电话对吧，就这么对待泽连斯基，连国际礼仪啊起码的外交礼仪都不，所以这样的人不配得到尊重。就是特朗普这样的人，就是你不愿意援助乌克兰对吧，你不给他战斧导弹，这个那都是你的权利，但是这么羞辱对吧泽连斯基，而且还逼人家投降，让华春粉啊情何以堪。当然了，乌克兰啊说来说去打铁还需自身硬的。目前来看啊，特朗普跟普京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的会晤啊也是一波三折。首先啊，这个本来这个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跟卢比奥对吧30号要会晤，他们先要谈呢，结果现在啊美国媒体放风说这个拉夫罗夫和卢比奥的会谈取消了，好像俄罗斯媒体对吧又辟谣说没取消。总之这个事情那就比较蹊跷对吧？这是第一个啊，就是还扯不清的。第二个就是有人出来捣乱，谁出来捣乱呢？波兰。英国广播公司啊10月21号报道说，波兰外交部长希克尔斯基在接受电台采访时表示啊，他说我不能保证独立的波兰法院不会要求政府强制这架飞机降落，并将嫌疑人移交给海牙法庭。我认为俄方对此是知情的，因此如果美俄元首峰会真的举行，我希望普京的专机选择其他航线。什么意思呢？就你普京啊要到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去开会，你不要从波兰上空飞，其他地方你爱走哪儿走哪儿绕去，对吧？你要从我这上空飞过，波兰的法院如果要求啊这架飞机迫降，并将嫌疑人移交给海牙法庭，那我们也只能这么干。这个对不起是吧？你这个俄罗斯对这个应该有所了解，波兰是这个什么海牙法庭那个什么缔约国啊，那意思就是对不住了，对吧？所以说为了避免给双方带来麻烦和尴尬，你最好不要从波兰的上空啊飞行。那有人就说那普京就绕一下，不好意思，他真不太好绕，因为好像欧盟国家几乎都是这个海牙法院的成员国，也就是那个缔约国啊，唯独就匈牙利不是。那匈牙利被包围在中间，对不对？你从哪儿飞，你这儿飞吧，你就得从欧盟某个国家过。目前有可能从保加利亚飞，不知道给保加利亚什么好处啊？我可以断定啊，如果普京要飞这个匈牙利布达佩斯的话，那么那一天俄罗斯是不可能再用沙赫德或者导弹打击乌克兰。你这玩意儿你要打击的话，到时候保不齐啊误炸，这是很有可能的误炸啊，这是经常发生。第二个呢，也有可能对吧？第三国利用这个机会把你搞下来，就说你自己炸的。哎，这个俄罗斯没少干过对吧？但是把人家的客机不就被他自己打下来了？或者搞个导弹对吧，在他飞机附近爆炸，就像阿塞拜疆那个民航客机一样，不是直接击中的啊，是爆炸这个残片对吧？这叫以其人之道啊还治其人之身。所以说这个普京和特朗普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会晤，
恐怕一波三折啊。我觉得最主要的是特朗普和普京没法达成一致。特朗普说就地停火，就这个乌克兰和欧洲对吧愿意，但是人家俄罗斯明确说了不同意。这个佩斯科夫已经说了对吧，我们俄罗斯的要求啊诉求一直都没有变过，就地停火是不可能的。那既然这样对吧，加上这个欧盟和乌克兰也配合也不投降，那你说特朗普和普京跑到匈牙利干啥呢？白忙嘛，双方闲得慌，那纯粹是约会对吧？那就是粉丝对自己偶像的一种，要不然不好解释啊。我看一些媒体报道啊，说俄罗斯提出一个大胆设想，构建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到大国的国际铁路。有记者在白宫啊就此提问，特朗普回应称有趣，而且在那个白令海峡还要建这个地下隧道，叫特朗普隧道。你说这不叫扯吗？普京真的很会讲故事啊，这一下把大国加拿大和美国串起来了。铁路啊从哈尔滨出发，因为这条路上跟俄罗斯没什么关系，俄罗斯只是出地方对吧？因为他也没什么货物，他远东经济跟个啥一样，没什么都要运，那不就是他做桥梁吗？把大国跟美国沟通到一起。所以说普京这个饼是越画越大啊，无论是工程的难度、投资的金额对吧，还有他的这个收益，都说明这个地包老人在忽悠对吧？特朗普特朗普就喜欢听这个。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宣布啊，今年将向乌克兰提供最高水平的军事援助45亿英镑，同时已与德国共同组成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并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超过500亿英镑的军事援助。几周内将开启与乌克兰在英国联合生产乌克兰的詹鱼拦截无人机，几个月内将建立英国无人机中心，并将对无人机和自主系统的投资增加1倍，达到40亿英镑以上。这个英国就是加大啊对乌克兰的援助，并且啊这个希利说啊，只要俄乌双方达成停火协议，英国准备向乌克兰派兵，也就是志愿者联盟啊。你只要双方一宣布停火，马上志愿者联盟那就有30多个国家的部队啊派到乌克兰。你想一想，这个欧盟又说了不能用武力改变边界，然后对吧又停火了，然后这个志愿者联盟部队又在那儿，俄罗斯就啥也没得耍了。那剩下的就是乌克兰跟俄罗斯俩外交啊，就是要土地，通过外交手段，实际上啊为乌克兰为欧洲赢得时间，对吧？等到乌克兰羽翼丰满缓过来了，那接着打呀，不需要美国支援了，对吧？美国你愿意去哪儿去哪儿待着，所以这个俄罗斯人很难接受不了。俄罗斯人需要你现在就把领土放弃。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啊，说的是俄罗斯的秋季征兵啊，俄罗斯真的要变天了，近10年最大规模的征兵，堵住了年轻人所有的退路。大家看视频啊，这俄罗斯可能真的要变天。10月16号，他们刚发布了征兵广告。这几天的机场出现了2种截然不同的场景：国际航班区空无一人，国内航班却出现了人满为患的场景。都以为去了之后做做后勤保障，开车送饭，修铁路啥的。其实呀，现实可能比这些人想象的要残酷很多。尤其是你听到了这位刚从二毛那边回来的俄罗斯人亲口叙述前线的场景之后，更让四海大吃一惊。这是四海第 N 次来到俄罗斯机场，表面看上去没啥变化，和以前一样。其实呢，和之前比，国际航班区已经冷清很多了。尤其是国内的年轻人想要出国，现在非常之难。自从10月16号他们这边发布了今年秋季的征兵工作开始之后，表面看上去这就是每年2次的例行征招，没有什么特别的。但这次呀，全国的电子征招系统已经全面上线了。只要你是一个年轻的男子，并且收到了通知之后，系统立即会把你标注为限制出境人员，也就意味着你不可能逃离俄罗斯，也不可能逃避。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去报到，那后果还挺严重。驾照自动吊销，无法申请房贷，无法注册公司，连房产手续都办不了。今年的计划它是要招 13.5 万人，自从16年以后，这是最大规模的一次了。大毛这边干仗干了3年多，这几年呢，有数十万适龄男性都选择了移民或者出国，造成的后果就是不光这个真男人的工作需要的人缺口非常巨大，连普通的工作都出现了劳动力缺口。这套电子系统上线之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堵住了这个漏洞，想逃跑你也跑不了，不去还不行。其实他们很多人签合同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签的是啥。上面的人会跟你说去修铁路，整点后勤岗位啥的，非常安全。可真正到了工作岗位，你会发现发给你的第一件东西不是铁锹，也不是修理工具，而是一把真理。而你到了那边再想反悔，根本就不可能。四海的朋友给我录了一段他从前线回来之后的真实感受，听着确实让人非常的惊讶。
hate even to myself for being a fool, signing up for such a thing. How could I not have seen this coming? It was there that I smelled war for the first time. It's a sweet, sugary, nauseating smell, sometimes mixed with burning flesh. It's hard to compare it to anything, but impossible to forget it. All the forests were littered with dead bodies. It would be impossible to count how many. It's full of corpse-eating rats. The awful stench was decomposing human bodies. 从我这好哥们儿的描述，你能听出来，这绝对不是杜撰，而是真实体验过那种场景才能描写出来的东西。因为四海曾经在索马里的一次街头乱斗中，真实闻到过这种味道。接下来的几天，我还会在俄罗斯继续我的旅行。确实，你看俄罗斯的这个机场，对吧？国际旅客、国际机场、国际航班没有什么人，当然国内航班人还挺多，这是什么个情况？这个大家还记得吧？俄罗斯实施了一个法案呢，叫电子信息征兵法，是2026年1月份开始实行。我记得是去年前年，对吧？颁布的，2026年1月份实行，也就是从2026年1月份开始实施进入常态化征兵，通过手机精准的个人信息，以发短信通知的方式强制入伍。大家可以查一下啊，这是俄罗斯自己通过的一个法律，2026年1月份实行。据说啊，俄罗斯要将原先的320万卢布降低到80万卢布，就是新兵啊，第一次的这个就是你一签约就给你的奖励金现在320万卢布降到80万卢布，又没钱了啊！如果你想拒绝服兵役，那么手机就会显示类似于红码那就是这个对吧？这个大家最懂啊，最熟这个大家明白了吧？然后这个人，如果你收到了短信，对吧？你在这个服兵役的这个年龄，那好了，你就得去接受，否则的话你寸步难行，冻结银行账户以及网上支付功能，限制就是这个咱就不介绍了，反正大家都深有体会啊。总之人家对吧，把你治得一愣一愣通过2年的准备，俄罗斯已经有了这个技术了也就是他会向全国适龄的人发送通知，你该服兵役了，你说我不服，我要出国，我生病了，那对不起，你啥也干不成了。根据经济学人的估算如果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俄罗斯可能在2030年6月全面占领卢甘斯克、顿涅茨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但要占领整个乌克兰还需要103年。尽管俄罗斯军队在整个夏季对整个前线发动了大规模攻势，但仅占领了乌克兰0.4%的领土，远远没有达到他们的目标，而代价却相当惊人。仅今年1年，俄罗斯就损失了10多万军队，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回报。接着耗吧，看谁耗得过谁最后我们再看一下我今天看到个新闻呢，说国际调解院缔约国名单，就是国际调解院，这是哪国家牵头成立的，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吧？是全球首个以调解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于2025年10月20日正式成立。截至2025年10月，共有37个国家签署了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其中8个国家已批准公约。创始成员国名单亚洲是大国印尼、柬埔寨、老挝、巴基斯坦、东帝汶；欧洲是塞尔维亚、白俄罗斯。看了半天没看到俄罗斯，也没看到朝鲜，啥意思不带人玩了是吗？害怕这2个加入进来败坏了名声，也可能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